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讲话人是人袂教，声先教，就是讲一个人讲话真大声，也袂看到人，就先听到伊的声。嘛，当讲是一个人的排场真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声，读四音声第一条。声的意思就是较头前，咱会当讲是时间或者是边头排顺序，像咱讲头声，也就是起声、粗粗的意思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先，先会当讲是已经过身的祖公，咱讲是祖先。另外，古早人咱讲是先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先生，一般是用来形容有知识或者是有专业的人，像咱讲老师、医生、算命先，拢会当称呼伊是先生。古早一般是形容查甫，也毋过即马男女平权，嘛会当用来形容女性。第二个词读做头起声，意思就是头声、起声，嘛会当讲是起头、弯头、主头、大声、粗粗拄开始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细汉读国校的时，头起声无爱读册，因为拄到一位热心的先生，才有耐心甲伊看教，落尾伊才有今仔日的成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先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声甲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